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大港的节吼，主日吼，算作头一个咱伫听吼，最后说会讲的头一个礼拜吼，伫遮咱三个用欢喜的心吼，做伙来敬拜，吼，名字主会过来。咱即马来练今仔日礼拜中间有3首的圣诗，咱来三个做伙来先团练一下。头一首是圣诗472首，和平的主上帝。圣诗472首，咱请琴弹一届，绝对一条圣诗吼，伫咱圣诗内底也算过真短一条圣诗，敢若几十个尔吼，相信应该真紧大家就会晓，但是较罕要听，咱来请琴弹一届。这条歌咱听迄个旋律吼，无啥共吼。这是伫一个巴尔干迄个所在吼，所写一首圣诗吼。真奇怪吼，迄个毋是巴尔干，是个巴勒斯坦吼，巴勒斯坦的所在吼。巴勒斯坦是中东的所在吼。咱在巴勒斯坦的所在吼，迄个所在就是以色列的所在吼。伫迄个所在，会使讲，迄个区是真快一个所在吼。迄是犹太人甲巴勒斯坦人，甲附近有一寡民族所在一个所在吼。咱知伫1948年的时阵吼，以色列创国，伫即个巴勒斯坦的所在吼。伊创国以色列以后，边仔周围拢是巴勒斯坦的民族吼，所以迄个所在是一个真复杂。包括文化，包括宗教，历史，里面有真侪冲突伫内底。所以咱就知影讲，住伫迄个所在，你的迄个神经会足紧张的，因为随时有啥有战争会发生，因为人甲人中间拢有一个摩擦伫内底吼。所以伫迄个所在，每一个人拢真仰望啥和平，和平。所以迄个所在是个战争不安的所在。不管是以色列人，不管是巴勒斯坦人。拢因为就种种的原因，甲历史的原因，所以有一下冲突伫内底。所以和平是因的仰望。这首圣诗真奇妙的吼，毋是以色列人所写，是巴勒斯坦人所写。因为巴勒斯坦伫迄个所在，犹原受到以色列人控制，所以有真无公平的所在，所以就写这首圣诗。其实这首圣诗一开始敢若一节，因为伤短。所以咱搁加第2节、第3节，咱看第2节、第3节吼。第2节吼，咱做伙来读一下迄边来。主爱的主上帝，将你主爱赐世间。主爱的主上帝，将你的主爱充满我心。第3节，公义的主上帝，将你公义赐世间。公义的主上帝。将你公义充满我心，所以敢若3节尔。这3节讲到和平，讲到主爱的上帝，讲到公义的上帝。所以对咱这3节，咱就知，这是咱世间人每一个所在拢仰望的一个代志：和平、甲主爱、甲听、甲公义。所以咱做伙来唱一个第1节。
歌手，加阮搭主持甲主制作吼，即首大家拢认识，咱唱10条。来，第一集阮搭主持甲主制作，阮搭主持甲主制作，专心来。过来，上尾一首就是咱礼拜要结束之前，要唱一首圣诗吼，这首圣诗咱较罕咧唱，所以今仔伫遮来看。第178首，求主引你信心来充满我，这是礼拜结束之前，咱要唱一个呼调出去，来为主传福音的一首圣诗吼。来，咱来请听一下。就是求主用信心来充满咱每一个人的心，互咱会来出去来传福音。咱较慢一点来唱一解看，好来，第一集。来，求主用信心来充满我心，主用信心来充满我心。过一届来，求主用信心来充满我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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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紧紧跟随你的主啊，求主来充满我心。礼拜中咱希望有主的圣灵甲咱做伙伫因伊的灵来充满咱的心，咱按静心三甲来准备做礼拜。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。走到。
若是我甲恁伫听的人讲，对着恁的就听因，怨恨恁的就好款待因。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472首，圣诗472首，请起立。这是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同在，对着生命万有之时，伊本于的也是是来造的路，也是对这样的我。请坐。三角面启应文来应答上帝的话，请献归启应文第42篇。启应文第42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1075页。亚瑟老树头为表意，上帝神要甲因同在。计划甲勇气的神，敬畏上主是伊的欢喜。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，伊要用公义维护善车人，伊要用菜瓜做棍，讲迫害者。伊要用公义治理，豺人甲绵羊会做伙大，牛仔囝甲狮会斗阵食，牛母甲熊会做伙食草，狮会亲像牛食草，食恁的囡仔。食恁的婴仔会伫蛇的空口佚佗，伫我圣山的逐所在，因为上主的认识会普及全地。请同心来祈祷。慈悲的天父上帝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真神，是人类行咧黑暗路顶头的明灯，愿谦卑顺服在你的脚前，带着诚恳的心来敬拜你。愿心生阿罗，因为你的慈悲甲信实，
想赐予阮咧人世间有够野个，搁较是因为你应允阮咧信甲实行的过程当中，互阮的灵命会当得到永生。阮谦卑祈求你愿意听阮的祈祷，为人类，为这个世界，为阮的国家社会，为阮身边的所有的人，祈求你会当指引阮未来的方向，也赐予阮智慧甲力量，勇敢去面对一切挑战。亲爱的天父啊，阮有罪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常常因为家己的私心甲贪念，袂记了主的恩赐，袂记了谦卑甲顺服。阮了解，这是你对人类的考察。主啊，阮求你会当赐予阮对抗私心、欲望甲的能力甲勇气。特别是咧全世界还阁伫个新冠疫情的这个时阵，互阮会当搁较体察敬畏你的大能，也互阮有机会重新来检验咱家己咧人生顶头的弱点、无知甲自私，也互阮会使重新以敬畏的心面对你的大能。我要感谢你，互人类会当有机会面对疫情的危难的时，重新搁提起对家庭、朋友发自家己真心的、真诚的重视。亲爱的主啊，感谢你咧这段疫情的期间，互人类因为软正软弱，减少社会经济的活动，互污染的地球会当消化伊的污染，得到喘息。这实在是对现代甲未来人类上大的问题。但是随着各国慢慢控制疫情了后，大家开始恢复经济活动，人类终于看见化石燃料过度使用，对这个地球甲对这个世界造成真大的灾害。地球的温度在慢慢上升，对地球的生态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。阮深刻的期待你会当赐予人类有够厉害的智慧甲能力，全力去减少化石燃料过度的使用，互人类会当有充分的时间去改善、去善待，并且会当努力去维持慢慢恢复生机的地球环境甲万物。亲爱的主啊，你赐予人类管理万物的这个权柄，也赐予人类有限的智慧甲能力。阮体察你的心意，了解人类唯有靠着互相合作，才会当展现有够厉害的能力，勉强达成你的托付。也毋过要达成互相合作，就必须要以爱甲信任来做基础。亲爱的主啊，你以基督的牺牲来教示人类，什么叫做疼？以基督的国话来教示人，什么叫做死？但是真不幸，最近几年，阮看到搁较侪的人性顶头的仇恨甲怀疑，在社群、网络甲媒体之间在散播。搁较互人烦恼的是，有少数人运用自导自演的方式来散播仇恨甲对立，来创造家己的利益。主啊，阮需要你，互人类搁较大的智慧甲能力，来辨别是非，来实行主所教示阮的听甲信，不只是对人，也爱对万物，特别是对所有国际的领导者。求你会当赐予因智慧，降低无必要的出于私心，也毋是出于公义的对抗。阮诚恳请求你，在各项的面上顶头，各个阶层的领导人，会当有实践你教示的听甲信的大智慧，带领人类打败撒旦鼓动所煽动的仇恨甲无信任。互人类咧行出疫情的考验了之后，会当行更较美好的未来。主啊，阮深深要对生活咧极权统治下骹
失去宗教自由的人民来做祈祷。无宗教信仰，等于失去了心灵的寄托，也失去了提升灵命的正面的循环的力量。我了解，这无的确是上主为着因安排的试炼，但是求主会当允许因解除讨白的机会，以基督咧世间所行的适用做因的指引，赐予因勇气甲力量，努力去争取属于家己的灵命归属，特别是咧主的国度内底。主啊，请你永远，互阮会当真切的实行基督的听甲接纳的教示，互社会会当回归和谐。教会事工，愿求你会当时时看顾，也愿希望你会当指引所有的会友的灵修，实际去执行真切的祈祷，甲有意义的读经，来提升所有会友属灵的生活甲生命。主啊，在聚会中间，阮知影你咧遮，阮愿意甲你同在，甲你同心，也甲你同行。求你，互阮每一个人有一粒平静的心，领受你的教示，互你的话会当进入阮的心内，互阮得到造就甲帮助。阮拜日以上的祈祷，诚心恳求你的接纳。阮也要照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来吟讲。
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44节到45节。伊个台语汉字本圣经新约的部分第5页。马太福音第5章第44节到45节。若是我甲恁讲，对着恁的就听因；恭托恁的就替因祈祷，互恁真做恁伫天里的爸的听，因为伊互伊的日起来照歹人甲好人，也用雨压义甲不义的人。请吴玉轩传道讲道，题目是听你的对答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有这个机会，甲大家分享一个可能是较困难、较深的问题，就是听你的对答。咱今日所看的是马太福音第5章，伫第5章中有一句经文，咱大家拢真熟，就是讲有人胜你的喙皮正平的时阵，你倒边嘛爱挖过去，互伊食。安尼，即句话大家拢有读过，嘛真熟，嘛拢认为讲，这是耶稣基督所教示的足重要的真理，是咱信仰中真正是足重要的，真做咱信仰的中心。但是啊，咱家己是安怎来看待这段经文的教示？可能伫社会中，咱讲到原谅的时阵，咱的标准毋是安尼。咱会想讲，咱要原谅一个人的时阵，伊所犯的过失是轻还是重，是大还是细，是无心的还是故意的？安尼，咱会开始讨论讲，安尼当甲伊原谅啊？这较细，这无要紧，安尼我会当原谅。哦，这真正做过分呢！伊真正安尼做毋对，安尼我无爱原谅。这是咱伫社会中咱较惯势的所做的方式，并且也是真仔日讲到一个倒较大的问题的时阵，咱的标准就搁较无共款啊。比如讲，咱看到死刑的时阵，一个杀人的人，咱会当原谅无？每一届。当咱看电视的时阵，也是咱看到法官在判案的时阵，伊最后讲一句讲：这个人，伊虽然讲有杀人，但是伊的这句我台语可能无啥会晓讲，用国语来讲，就是还有教化之可能性。也是咱听到这句话的时阵，咱心内会安怎想？啊，倒来啊！杀人的人都无死啊，可是咱就开始冤家啊！为什么今日杀一个人伊毋免死？安尼社会有公平无？安尼社会有公理无？这就是咱平常时咱的想法。咱会想讲，今日做歹的人应该爱受到处罚，做好的人才会当有保障。但是啊，咱则习惯讲。咱原谅有条件，有一个界限，但是耶稣今日伫马太福音第5章，耶稣是安怎对咱讲的？咱有条件无？耶稣有讲，但这个条件可能加到，互咱真是看到讲，咱看了无一个人，咱袂当无原谅伊，因为耶稣是安尼讲的。恁既然有听到，就听恁的厝边，万分你的对答。这是我甲恁讲，爱听恁的对答，为迄压迫你的来祈祷。耶稣是伊的标准是，对你倒较歹的人，你就爱听伊。安尼对你歹的人，你拢爱听的时阵，安尼有甚物人是你无应该听的？
并且也是咱看47节的教导中，耶稣白白都强调爱心安。这心安，伫耶稣伊讲的话意思内面，毋是普通的讲啊，你今日好无平安哦，毋是这个意思尔。今日经文中讲到的心安，是你真正心内想讲，愿这个人伊会当平安，伊的生活会当来顺利，无拄着灾祸，愿伊一切拢美好。这搭是即句心安的意思，并且耶稣要求讲，你袂当单单为着你所介意的人，你所意爱的人心安尔，你所怨恨的人，你无介意的人，这耶稣是讲外邦人。通常大家拢知影，对迄时阵犹太人来讲，外邦人是啥物意思？因所讨厌的人，因所怨恨的人，因无介意甲因亲近的人，耶稣讲爱甲因心安，甲因和好。安尼，咱来看咱今日的主题，听你的对答。其实，即句话我咧读神学院的时阵，有一个教生育的教授，伊讲了真好，也是讲你会当足容易的去原谅对方的时阵，安尼迄个人绝对毋是你的对敌，因为你会当原谅伊。所讲到对敌的时阵，是你无愿意去原谅，你所怨恨伊的人，你所讨厌伊的人，安尼这个人才有资格称呼做你的对敌。安尼，咱就爱问啊，为什么咱需要做到安尼的地步？咱袂当只有要求讲，这个社会有公理就好啊吗？有公平就好啊吗？咱所追求的是好人做好的时阵，伊的生活会当拄到保障；歹人做歹的时阵，有法度将伊歹的行为来就伊执法，互伊来悔改来认罪。安尼，歹人有歹的报应，好人有好报，安尼毋是真好吗？这是咱平常时所追求的公平，并且咱的社会含这点都无做会到。应该大家拢认同，咱的社会毋是讲真公平啊。但是为什么咱袂当追求公平就好啊？为什么安尼做阁无够野？为什么咱都需要去原谅别人无公义的行为？真正是，假使咱的社会真正有公平的话，安尼应该会当算做一个真好的社会啊。用世俗的话来讲，应该就会当称作乌托邦啊。但是，为什么一个人人生活有保障、人人以规矩来生活的社会，安尼算个好的社会是无够野的？因为伫上帝所看，安尼的社会永远是无愿望的，永远是无够好的，因为伊单是好尔，伊毋是一个完美的社会，无达到上帝的期待。因为耶稣所强调的，上帝的期待是安怎？就是咱今日所看的经文第5章最后一节，恁着尊全，亲像恁的天父安尼尊全，就爱完全。所以，上帝要的是啥物？上帝要的是公义。这个公义内面，当然有公平。的确是，这件社会中的正义是上帝所要求的，嘛是上帝的旨意。但是，当有正义尔，上帝无讲安尼伊就满足啊。上帝要的都有恢复甲医治，不只是讲罪有拄着处理，并且上帝所盼望的是人无得受着罪的影响，会当互伊恢复到原初创造的时阵，无受着罪污染美好的模样。因为伫上帝当初的创造中是无有罪的，嘛无邪恶，阁无死亡的。但是当罪入咱这个世界了后，
咱本来美好的社会、美好的世界，互罪所污染啊，所破坏啊，有缺点啊。不只是互咱甲上帝的关系变做歹，并且嘛，互咱每一个人，本来人甲人中间应该关系拢做好，无有邪恶，无有破坏，但是因为罪的缘故，破坏进入咱人甲人的关系中，互咱甲人，咱会去伤害别人，会去互别人受苦，会去互别人受伤。这是罪所带来的影响，所以今仔日，咱也是无法度原谅别人所做的毋对的代志。其实，这是真正常的，因为这就是罪的影响。当一个人做了歹的时阵，咱真正会受到足大的伤害，咱的身体会受伤，咱的心会受伤。你的苦真正足重，互咱无法度成就，安尼无法度忍受，安尼咱真正有法度去原谅，有法度去原谅这无应该做为无。但是为什么耶稣的教导是安尼？为什么耶稣要求咱去做咱做袂到的代志？因为伫今仔日耶稣的教导内面有一项足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上帝国要临到，上帝的国要来。所以啊，咱期待的是有一日，这个世间无倒有罪，无倒有过失，无倒有伤害，无倒有人生来艰苦的世界。所以，咱需要原谅。当咱原谅的时阵，咱才有武器会当来抵抗罪恶的影响咱。原谅是互罪恶伊本来的权柄失去的武器，是咱来调整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互这个罪恶无法度来定义咱这个世界是安怎的模样。因为咱整个世界互罪恶所控制，逐个人拢会做歹，拢会伤害别人，逐个人拢会互别人的心艰苦。但是咱知影有一日，当上帝国来的时阵，这一切拢会过去。而在上帝国完全降临进前，咱会当实现上帝国的方式，就是原谅。原谅是会当互罪恶无法度得继续影响咱，无法度继续来伤害咱，因为咱已经否定了罪恶。咱用原谅来否定罪恶，就是讲本来这个罪恶应该是讲别人伤害你，你应该带伊伤害回去，安尼才会公平。但是当你原谅伊伤害你的行为的时阵，罪恶就无法度得影响你啊！伊就失去伊败坏人的力量。这就是原谅的咱，就是讲咱今仔日伫原谅内面，咱才会当得较进一步来挑战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。咱原谅毋是对罪恶来退步来让伊，是咱正面行起嚟，来否定伊。你罪恶，你今仔日你无法度得影响我，你无法度互我得艰苦，因为我内心有上帝的赦免，有上帝的恩典，所以你的权势爱一切拢除去。并且咱嘛知影，有一日耶稣会阁来。当新的天、新的地降临迄时，上帝会一概永远的将罪恶完全的除去。咱的社会就无倒有罪恶带来的伤害甲破坏。但是伫咱毋望的迄一日来进前，咱真正需要用原谅来跟对耶稣的脚步，来实现上帝的公义。但是讲到这，到时咱当讲爱原谅，原谅是啥物？咱都还袂解说。
伫遮咱爱听一个足重要的主题，原谅，毋是讲将罪看无，毋是看轻罪。咱常常犯的错误，就是阮将原谅诚做相怨，诚做讲掠有罪当做无罪，掠做讲即项歹的代志无发生过，诚做讲一切拢足美好，无啥物歹的代志。这是咱对原谅错误的应用。英国的圣经学者 N.T. Wright 伫伊所写的册《写恶甲上帝的新的世界》中，伊有举一个足好的例，伊有歹势，伊是先讲一样足重要的代志。因为这是华语，歹势，我用华语讲。饶恕不等于包容，饶恕不等于漠视，饶恕不等于我们轻看邪恶。饶恕不是我们轻看邪恶，用台语来讲，毋是讲咱将邪恶的代志看无，咱去讲啊，这无要紧，阮原谅伊啊，这代志就过啊，毋是安尼。今日咱讲到原谅、讲到饶恕的时阵是啥物意思？是咱真正认真去面对邪恶的代志，将因拎出来、指出来，以后爱处理这个问题。伫遮，N.T. Wright有举一个例真好，伊就讲，咱常常将原谅变做去纵容邪恶。伊举一个例讲，教会对原谅的理解，常常是真心的去包容，认为说爱包容别人做毋对的所在，互别人都有机会。伊就举例啊，安尼吼，也是有人偷摕教会内面的钱，咱就爱倒一摆互伊机会。虽然伊有偷摕，但是伊犹原会当做甲钱有关系的圣工。讲到遮，大家应该感觉这个例怪怪。伊都举一个例，安尼咱爱包容，也是今日有一个恋童癖的罪犯，伊犯罪啊，咱爱包容伊，所以爱互伊真心来做关合儿童的事工，当对。N.T. Wright 伫遮有讲一句话真好，伊就讲：幸好我们还有尝试，通常不会提后面那件事。但是伊的意思就是头前迄个代志，咱会讲。所以这问题点出伫对，咱原谅有时阵咱会误解，原谅毋是掠做毋对的代志，做无罪。原谅是爱认出罪、处理罪，处理了后，才真正有原谅，并且咱伫生活中。咱的生活常常会教示阮讲：哎呀，你莫将代志看较重的，迄大的代志你着带伊小仔处理，小小的代志着互伊过去。毋是，这毋是今日耶稣所教示阮原谅的意思。耶稣所教示的是咱爱去面对犯错、错误、邪恶的所在伫倒落，因为咱拢知影。那个上帝，伊是安怎的上帝？伫出埃及记34章第6节，上帝在对百姓启示伊家己的时阵，伊有讲一句话足重要。伊是决断无了有罪做无罪的上帝，决断无了有罪做无罪的上帝。上帝是一定爱处理罪，无容忍罪，伊一定要互罪完全的除去。安尼，咱就知影，伫上帝的做法中，伊伫先将罪除去了后，伊才开始医治甲恢复这个人，互伊重新完全。安尼，咱在谈今日经文的教导的时阵，咱就要注意啊！咱的原谅毋是讲我原谅你尔尔。咱爱处理罪的代志，所以咱嘛爱注意到，同款伫马太福音中，伫18章10个教导内面有足清楚，
耶稣有教导咱安怎来处理罪的问题。伫10节，耶稣是安尼讲的：假使你的兄弟得罪你，就得去，假当你甲伊伫地的时阵，指明伊的毋对，伊若听你，就得到你的兄弟。罪是需要清楚来指出来的，互咱明白罪的所在。伊知影罪了后，伊倒有法度来悔改，倒有法度来认罪。也是一个人行伊做毋对的所在，都毋知影，伊是免怎来悔改？因为伊都毋知影伊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啊！所以原谅的大心，伊爱认罪，爱知影罪，爱悔改，爱改变，了后原谅的力量才会当出来。伊认罪悔改了后，伊才有法度互上帝真心的医好、真心的恢复、真心的完全。也是举一个较极端的例，古早时无够讲古早时啊，几十年之前，南非在处理因的政府伫过去做毋对的代志的时阵，因以前有用军队、用警察去杀害遐个反对政府的人。当南非因改变了后，因就派官员来调查遮个代志。有一摆，官员来拜访一个负责人，因为伊的婴仔互警察所杀死啊。迄个负责人对官员讲：“我足想要原谅的，但是我要原谅啥物人？我含杀死我囝的人，我都毋捌，我是免怎原谅的？所以，咱袂当讲罪无要紧，罪会当过去。”因为罪一定是得罪上帝的存在，一定是互上帝大受气的存在。所以，咱爱面对罪，爱认出罪，将伊处理了后，咱才会当甲人真心的和好。这才是原谅本来的意思。都亲像耶稣来到世间之前，耶稣来是先派什么人来？行洗礼的约翰，先互世间人先认罪、明白罪，明白世间人拢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了后，耶稣的恢复甲赦免，才会当伫即个世间开始来运行。因为你爱知影，你有亏欠上帝，你才会当知影讲，你真正需要上帝的医治，真正需要上帝的赦免。原谅嘛同款，咱真正知影咱做毋对啊，咱真正知影咱亏欠啊，咱才有法度来原谅本来无法度原谅的代志。咱已经谈论到为虾米咱需要来原谅，以及原谅需要真实的悔改了后，最后都剩一个问题，咱免怎来行动？伫咱的生活中，真实来活出原谅的模样。每一届，咱咧读主导文的时阵，拄啊，咱圣歌队嘛有唱主导文。咱读主导文有一句：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这句真正是足重的话。咱恳求上帝爱赦免阮的辜负的时阵，是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阮也有吗？这就是咱的重担，咱的十字架。咱假使今日，咱真正期待讲，咱咧读主导文的时阵，愿你的国降临。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灵成就伫天灵，伫地灵成就伫天灵的时阵，安尼咱所行的，当有成就，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这是无简单的工课，因为这是真困难的。阮的心无意义的，但是这是阮需要做的。
也是阮真正意爱上帝的国灵教，真正感觉讲主导运是咱信仰的见证，安尼咱爱做。最后，容阮我倒一届用 NT Wright 的话来做即届讲道的结论。NT Wright 伊最后有讲饶恕是啥物？饶恕是指你内心的深处，你知影讲你应该爱做即项代志，但是你无愿意去做，安尼你就爱祈祷，来恳求上帝赐你恩典甲勇气，互你有法度去见你要饶恕的迄个人，来开伊的门，这就是饶恕的意义。咱三更暗头的祈祷。听阮的上帝，阮向你恳求，恳求你赐阮勇气，互阮有勇气来听人，佮求你的圣神伫你定伫阮的心内，互阮有气力听阮无愿意听的人，亲近你的尊权，求你帮助阮，改变阮，互阮每一日伫生活中，搁较活出主你的款式。祈祷拢是奉你至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斗阵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请做伙来读两遍。若是恁着听恁的对敌，好款待因，借人也无绝望，恁的报酬上大。搁恁要做至悬的囝儿，因为伊好款待忘恩甲歹的人。路加福音第6章第35节。若是恁着听恁的对敌，好款待因，借人也无绝望。恁的报酬就大，搁恁要做至悬的囝儿，因为伊好款待忘恩甲歹的人。路加福音第6章第35节。三甲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355首，圣诗355首，请起立。请坐。奉献，请单手吴执事、詹义仪执事、苏国贤长老、廖瑞芬执事负责奉献。
请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，请掀开周报第386页。第386页，看到第6点，小月定着12月19开始要进行圣诞节联合礼拜，中央要举行洗礼甲圣餐。要接受洗礼，也是想讲要认捌信仰的，请陈美玲牧师来报名，以便安排洗礼的课程。另外第7点，本教会咧2021年的圣诞节这期的活动下骹这个表内底讲的，请欢迎各位兄弟姊妹会当邀请朋友来参加。牧区的消息，看第1点，约书亚牧区今日下晡12点30分要举行小组长的会议，请小组长参加。请团队来补充报告，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咱三九为着3项代志来祈祷。第一项为着世界、台湾甲传教士来祈祷，并且嘛为着咱教会常常在支持的传教士，在缅甸、在菲律宾为他们的事工来。为因的事工来祈祷，咱嘛为着怀孕的姊妹孙培文姐来祈祷，嘛为着身体欠安的肢体邱玉姐、中正长老、明子姐、俊生兄、英子姐、护逼姐、素贤姐、邱菊姐、邱玉姐、应轩姐、碧妍姐、钟贵兄、信和兄、秀恩姐、志金姐、弟兄兄、岳张老师、米霞姐、碧兰姐、邓妈妈、龚吉姐、陈启勇长老、阿秀姐、怡礼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世珍兄、明丽姐、富美姐、阿舅姐、郭元兄、东龙兄、丽珍姐、咪珍姐、佑庄兄、李雀姐、嘉禾姐，咱三家为着遮个人来祈祷。听阮的阿爸天父，愿你的慈爱甲救赎常常甲阮伫地，特别是伫今日世界充满不安，互病毒危害世界，国家甲人群中间的关系，因为疫情搁较疏离，人的内心的自私赢过对别人的疼甲尊敬。求主你赏赐你真实的平安，求你倒一届来引带人类。行出死命的山谷，行出你所应允的美好的所在，也愿你保守你所找恳的使者，互因伫逐所在伫宣扬你上帝国的福音的事。你的圣神就点伫因的心内，赏赐快乐甲勇气，互因赢过一切环境中的挑战甲艰难。我嘛为着教会甲众兄弟姊妹来你恳求。求你赏赐异象，来引带教会行你所喜爱的方向，
实践你的旨意，也愿你保守教会内病痛的兄弟姊妹，愿你的圣手亲手摸着因，求你医治的大能力，各一界来失落，并且来扶持因的身躯甲因的家庭。阮的祈祷拢是奉你至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是来吟圣诗178首，吟诗煞了后，请传道祈祷，请起立。愿平安、甲仁爱、含信，对爸上帝、甲主耶稣基督、到伫众兄弟姊妹，佮紧啊因未败坏的疼来疼咱的主耶稣基督的，愿恩典甲因众人三加伫地，阿门。请坐。